丽莎拉是最纯热的，热得随心所欲。她的热和颜真的不一样。최혜정, 정신 차려. 너 그때 문동은 아니었으면 너였어. 네가 지져줬다고. 她觉得她是上帝的女儿，所以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丽莎拉也是全剧里颜真唯一一个不敢惹的人。如果不是东恩实在被欺负狠了的反击，她是五人组里活得最爽的人。不仅有钱，爸妈还溺爱她，全方位在经济上支持丽莎拉。都30了，还在地上撒泼打滚，一言不合就给爹妈做臀墙。不管出了什么事，爸妈都会给唠叨，动用所有的力量给收拾烂摊子。他妈对他说过最重的话： 대체 뭐했어? 전년 저렇게 사탄의 자식이 될 때까지 대체 뭘 했냐고! 然后就没有了。丽莎拉就像腐烂的玫瑰，表面绚烂，但内里早就已经烂得彻底。她绚烂的多姿多彩，却颓废的像阴沟里的老鼠。美丽、魅惑、腐败，只能说丽莎拉的份，她爹妈的溺爱养育绝对有一份。